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咁啊一路講咧，喉嚨都攣爆啦，咁啊所以係咪越睇越精彩啦？真係做咗功課啊嚇，希望大家支持我哋 A 空好家園啦嚇。咁啊，關乎於呢個貸款啊、好處啊、醫療啊、買車中伏點啊，乜都為咗大家噶啦嚇。咁啊，希望大家欣賞啦嚇。咁啊，今集咧就講翻咧更加精彩嘅內容啦嚇。咁啊，好多人咧就錯過咗貸款黃金期啊！第一個咧就係過咗退休嘅年紀，佢就以為咧幾時翻嚟就可以做到貸款，但係過到62歲打後咧係做唔到貸款嘅。咁啊，第二個咧，依家銀行係唔需要咧香港嘅環聯報告。如果到時銀行貸款咧需要香港嘅環聯報告咧，你就多咗一份俾人審查嘅資質嘅材料，咁啊有機會批唔到啦。咁所以講咧就係依家目前咧內地嘅銀行都唔需要話你提供香港嘅環聯報告，咁所以講咧就睇唔到你負債，因為系統唔聯網，睇唔到你個負債，睇唔到你係個徵信嘅等級，所以講咧就好多人提前買咧就趁住個價低啦，趁住依家鬆動啦，就買咗就了咗件事啦。你以後過嚟咧，如果銀行需要你做按揭、身份證、回鄉證，再加埋入息證明，再加埋整個環聯報告，你啊真係難搞啦。咁所以講咧就同大家講講啦嚇。咁啊趁住依家咧貸款咧，銀行唔需要呢嚿嘢啦嚇。咁啊內地咧買樓，我哋內地人又好，香港人又好，都係需要咧中國人民銀行嘅個人徵信報告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帶你做按揭嗰時係我哋之前啲業主全部都係提供咗嘅嚇。咁啊，如果冇任何記錄咧，打出嚟嗰張紙咧喺個框框乜都冇嘅，就顯示個名嘅啫嚇。咁啊呢個報告咧，我哋買樓都要啦。咁啊香港人買樓，我哋都會帶佢去打印啦。有啲係授權俾銀行，銀行去 check 啦嚇。咁啊有好多香港人咧未必知道咧，中國人民銀行個人徵信報告呢樣嘢係乜嘢嚇？咁啊今日咧喺呢度咧順便講埋嚇。咁啊呢個咧就會顯示到你個身份啦、工作啦，同埋個住址啦，有冇爭錢啦，有冇欠債啦，金額幾多啦咁樣嘅嚇。咁啊就呢樣嘢咧，呢個報告咧相當於係你個經濟嘅身份證咁樣嘅嚇。咁啊由呢一個央行徵信中心咧統一管理嘅嚇。咁啊同香港嘅環聯報告咧係一模一樣嘅，係一模一樣嘅嚇。咁啊所以講咧，你話日後咧就過到嚟貸款咧，銀行個政策個規則改變咗咧，你要需要2份報告去評估翻你個資質啊，咁啊可能難度高啲啦嚇。咁啊目前咧只需要一份嘅啫嚇，咁所以講咧就唔需要香港嘅環聯報告啦。如果需要嘅話咧，我覺得有批人應該會俾人棘咗，貸唔到款啊。咁當然如果你話有一次性付款嘅嗰種係最好啦，有嗰種能力係最好嘅嚇。好，咁啊都係講翻啦，呢個中國人民嘅個人徵信報告啦嚇。咁啊，徵信報告咧，一般咧打印出嚟咧，如果冇任何嘅房貸、車貸啊，冇喺呢度有工作啊，交個社保、醫保呢啲咧，就係一個框框。好多香港人打出嚟有個框框，乜都冇嘅，就顯示個名嘅啫。咁啊，我哋咧，因為喺呢度咧就有工作啊，有呢個公司嘅住址啊，自己嘅個人住址啊，有冇信用卡啊、車貸、房貸啲，全部都顯示好清楚嘅嚇，同香港環聯報告一樣嘅。咁啊，核心嘅內容咧，呢個報告咧就核心嘅咧，包括你自己嘅身份啊、婚姻啊、職業啊、居住等等啊、房貸、車貸、信用卡等帳戶嘅還款嘅記錄啊，咁啊社保啊、公積金啊，有冇法院嘅呢個判決啊，都係有嘅嚇。咁啊查詢嚟講咧近2年嚇記錄嚇，近2年嘅機構咧要本人嘅查詢嘅明細嚇，咁啊全部都顯示晒㗎啦嚇。咁啊有本人版咁啊供自己睇嘅，咁啊呢個咧就自己睇啦，因為你唔去做貸款咧，你就打個本人版，本人版就比較簡單嘅，唔會有太多明細，你就係自己想睇咧，你自己打個個人版就得㗎啦嚇。咁啊會顯示你自己嘅信用嘅狀況啦。授權機構版咧就係你譬如話買間樓去貸款咧就要詳細版啦嚇。咁啊呢個咧就要麼授權俾銀行去 check 啦，授權俾保險公司去 check 啦嚇，又或者咧我哋帶你去中國人民銀行任意一間，又或者有授權嘅銀行咧直接打印個 A4 紙出嚟又或者咧網上去下載整個 PDF 檔咧都係 OK 嘅。咁啊呢種咧就要詳細版啦自己睇咧就本人版詳細版咧就需要咧就現場去搞啦現場去搞同埋網上申請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國家機關版啦咁啊呢啲係司法政務嘅，依法要就係呢個需要，呢個唔需要嘅呢個咧就一般冇提及嘅，大家用唔到嘅咁啊查詢嘅方式咧可以有個官網啦，係嘛？咁啊有個官網咧就互聯網登入呢一個網址咧就可以入去嘅啦咁啊次日咧就可以出報告嘅
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嘗試下啦，可以嘗試下嘅嚇。咁啊，好，咁啊呢個咧網址咧就係個簡單版嚟嘅簡單版簡單版咧就會顯示你有逾期，但係具體嘅金額係冇嘅，自己睇嘅嚇。咁啊線下咧，譬如話去到中國人民銀行啊、啲授權嗰啲招商銀行啊、建設銀行呢啲咧，櫃台嗰啲自助機嗰啲單出嚟咧，全部都係顯示嘅。具體逾期嘅金額爭咗幾多錢，負債幾多，全部都列得非常之明細咁帶住身份證香港人就帶住呢一個回鄉證，內地人帶住身份證就可以喺自助機櫃員機櫃台嗰邊去馬上出到嘅每年咧就每人前2次係免費嘅，第3次係收費本人查詢咧係唔會影響徵信嘅，但係都唔好係頻繁去查詢啦，因為頻繁去查詢咧就檢測到你爭錢㗎啦等錢使㗎啦因為你頻繁去打印咧，就證明應該你去好多嘅金融公司、好多嘅銀行去借款啦，唔係就一般唔需要用到呢樣嘢嘅咁所以講咧你查詢咗太多次咧，佢都會登記入面嘅喎，咁所以講咧就會影響。譬如話你現時買間樓需要呢個中國人民嘅徵信報告，俾到銀行嗰邊去審批去評估。咁如果打印出嚟有5、6次查詢咧，銀行就會睇到話呢排你等錢使喎，唔係你打印咁多做咩係嘛？正常一個人唔會打印咁多次，唔會去查詢咁多次嘅嘛咁唔可以太過頻繁啦，係咪？咁重要嘅提示咧就係信息咧，通常都係次日更新嘅。如果逾期負債過高頻繁個機構去查詢你就會影響個審批啦即係頻繁有機構去查詢咧，即係你授權咗，譬如話你授權咗間金融公司去查你個徵信報告，其實都會喺嗰度累積加上去嘅。你自己去嗰部櫃員機、自助機嗰度打印咧，其實都係會記上嘅。有5、6次咧，係短期2、3個月有5、6次咧，其實就唔係幾好啦。1年2、3次就冇咩所謂啦即係會好清楚咁樣去顯示到你個動作個工作嘅變動個住址嘅變動咁樣啦，婚姻嘅狀態其實全部都 check 到嘅當然啦，如果發生嘅錯誤咧，可向呢個徵信報告宗師去推送同埋提出異議嘅香港環聯報告下面就係香港環聯報告香港環聯報告咧就係一個徵信報告又叫呢一個咧 TU 報告。香港人好多，譬如話買過樓嘅，其實都接觸過呢一個報告嘅啦，係嘛？大家如果未接觸過嘅，就下面我都會講嘅呢一個香港環聯報告咧，就係香港人主要嘅個人信貸記錄嘅檔案銀行以及財務機構審批啲信用卡貸款按揭嗰時咧，都會用到，都會要到，都會有參考嘅。咁所以講咧，同內地嘅中國人民銀行嘅徵信報告係一模一樣嘅講嚟講去就記錄你嘅身份啦，係住址啦，叫咩名啦，有冇負債各方面咁樣內容咧就包含咗咧個人嘅資料姓名啦、香港嘅身份證號啦、住址啦、電話等等啦信用貸嘅呢個賬戶、信用卡啦、私人貸款按揭還款記錄信用額欠額逾期記錄呢啲全部都有嘅公眾記錄債務嘅追討法庭嘅判令破產記錄保留8年所以講咧就乜都了解有晒噶啦同香港嘅同內地嘅徵信報告一樣噶啦呢個環聯報告係真係好誇張一樣嘅過去2年咧就個機構嘅查詢嘅次數咧亦都唔好有太多香港環聯報告咧就有一個信貸嘅評分嘅，有1000至到4000分，有 A 至 J 級A 就最好咁樣嘅中國銀行呢邊嘅徵信報告咧，內地呢啲咧就唔會有呢個分數同埋呢一個字母嘅評級咁樣嘅，就睇你有冇啲逾期嘅記錄幾多次，即係連續3次同埋累積6次咁樣嘅去評估嘅啫同內地係唔同嘅呢啲咧就送過去銀行，銀行其實識睇㗎啦，但係內地依家唔需要呢樣嘢如果要的話咧，我相信係個難度高好多啦免費索取啦香港人係可以免費索取每年1次嘅。香港居民每12個月咧就可以免費領取1次就香港人申請環聯報告啦，就1年1次啦，免費啦申請嘅途徑啦，呢度都講講啦。如果以後即係內地銀行需要嘅，大家都可以了解下，到時要提供呢樣嘢大家要知道喺邊度搞手機嘅 APP 咧係最快嘅，下載一個 APP 啦，對應啦，我哋放喺屏幕上啦香港身份證加埋手提電話驗證直接下載 PDF 檔就 OK 嘅啦官網咧都係呢一個官網啦，免費嘅信貸報告啦第3個咧就係親臨
即係意思講線下辦啦嚇。咁啊，非香港手機咧同埋內地嘅證件咧就可以先預約啊，同埋身份證嘅正本啊、3個月嘅住址證明啊、水電煤單呢啲嚇，住址證明、水電煤單呢啲啦，有寫嘅嚇。咁啊，地址咧就喺九龍尖沙咀廣東道嗰邊嘅嚇，咁啊廣威大廈。咁啊，香港人又可以查，內地人又可以查嚇。咁啊，收費嘅標準咧280蚊一次啊。咁啊，網上或者親臨預約咧要申請嚇。咁啊，重要嘅規則咧就資料嘅保留期嚇。咁啊，信貸記錄啊、還款記錄啊就5年嘅嚇。咁啊，帳戶咧就關閉啊、還清後啊，全部都會顯示嚇。破產就8年啊，查詢記錄係2年嚇。咁啊，與內地嘅銀行嘅徵信咧係無關嘅，兩地嘅系統係唔互通嚇。啱先講咧就唔互通嘅啊，唔互通，所以依家咧銀行唔需要提供咧 check 唔到你香港嘅環聯報告嚇。咁啊，又唔需要話你自己打印過嚟嚇。咁啊，常見嘅用途咧，香港嘅環聯報告咧，無非都係同內地嘅中國人民銀行嘅徵信報告一樣嘅啦嚇。兩者都係要麼你喺內地，要麼你喺香港，都係申請信用卡啊、貸款啊、按揭啊、轉按呢啲嘢用到嘅啫，係嘛？咁啊，有啲咧就申請某些工作咧，譬如話金融公司啊嗰啲需要提供啦，或者查詢呢個身份嘅盜用啊、錯誤嘅記錄咁樣先至會 check 到啊，唔係無啦啦你唔會去打呢啲報告嘅嚇。都係嗰句啦，都係開頭咁講啦嚇。咁啊，大家咧就珍惜呢一個時期啦，就可以做到貸款，銀行唔需要話你即係你香港嘅整份。雖然話香港打印1年唔使錢，免費可以打印一次啫，但係如果需要呢份嘢嘅，如果你香港負債高啊，如果係破產啊，各方面嘅負債高啊，可能就會影響你內地買樓嘅呢個審批啦嚇。咁啊，所以講咧就我哋都聽到有啲吹風嘅啊，前嗰排咁啊呢排咧就都諮詢咗嘅。咁所以講咧就我哋都唔希望啦，即係搞到咁難啦，係嘛？即係好不容易，即係好多人想翻嚟大灣區自業又好，退休又好，生活又好，養老又好，享受呢邊嘅福利又好。咁啊，所以講咧，我哋都唔希望咧，即係買樓啊，會喺貸款呢度棘咗咯。因為你話全部人一次性付款咧，就真係即係唔係話即係佔用嘅銀碼太大啦，係嘛？係嘛？所以講咧，就我哋都唔希望有個環聯報告呢樣嘢去棘住個貸款咁樣嘅嚇。咁所以講咧，就今條片咧最主要講清楚咧，我哋內地係有一個咧中國人民銀行嘅徵信報告啊，貸款要提供嘅。香港嘅環聯報告暫時唔需要攞過嚟，日後唔知係日後知嘅就抄住呢個網上申請、線下申請預約係攞過嚟就得㗎啦嚇。咁啊，亦都唔希望咧就呢樣嘢棘住咗啦，導致呢一種嘅想買樓買唔到啦，又或者錯過時期啦，係嘛？咁啊，一個係年紀啦，第二個咧係銀行暫時都唔需要呢個香港嘅環聯報告啦嚇。咁啊，希望呢啲資料嚇幫助到大家，希望咧人人都可以有一個咧就舒適嘅安樂窩嚇，千尺家咁樣翻返嚟內地咧完全冇阻棘嚇。咁啊，最主要貸款嗰度審批通過啊，順利通過咁樣嚇。咁啊，早買早享受啦嚇。咁啊，依家市場回暖啦嚇，咁啊大家揸緊時間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對於樓市啊想要諮詢嘅嚇，歡迎 WhatsApp 6740060，出年見，拜拜。